本人速看客家苗路學院明日一行年新聞，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秀妃12月18號來到屏東第2點，出席優秀好評禮盒記者會。顧助理表示，今本日展出嘅商品唔但將代表專業成果，還個代表後生人將愛本人看到嘅心聲同力量。感謝屏東縣政府團隊同所有後生團長期在地經營，用行動支持家鄉，推動地方產業發展，做得本海客島嘅人看到屏東嘅美好。顧助理講，後生人因為屏東縣政府羅通基青年發展處嘅霹靂，本大家互相認識，形成互相支持嘅網絡，再現出當代社會按珍貴嘅人際連結。屏東縣政府2年來，已經培育超過20個青年品牌，展現出實戰嘅金獎品牌，連續好評。後時光禮盒就是對地輩支出7個品牌，本大家看到後生人嘅用心，感受屏東嘅熱情。以上係客家苗路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對到大家今本日嘅明日一行年就是支持，感謝大家嘅支持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好威無，下禮拜將來了。